㗎，醫生就請問症者。趕時間，邊位啊你？老師。錢幾時都有得揾，睇時間。知後生大把世界，不過都有得本錢。KFC再快，你都追唔翻時間。有錢，時間都會追住我。識啊，有辦法，你有辦法自己會咯。錢係身外物，錢放身物。死過佢，點解一定要二揀一？生金錢，人保天下。AI 世代流動資金 X 王，中國借錢梗要還，咪俾錢中介。喂，你唔錫佢喎，錫你，明明你食得仲好過我。佢又講得啱喎，既然自己都照顧唔好，出咗事邊個照顧佢啊？冇錯，即係保障自己，即係愛錫我。保溫杯就即係保險啦，一個半月嘅價錢，保險主人未知風險，萬一主人有事，仲要一條寵物保險保費添，咁就唔怕全保啦。溫杯人就保險，一份保費人保受惠。荷蘭美信佳怡有裝，有安消費吸收，匯稅五強聯手，支持黃金電競，利好無小花，全力傳導香港。荷蘭美信佳怡有裝。人又紅腫，出血，你會牙嘅衰退導致甩牙，變成就之前生熱打到，我可以對導致率3年後金牙人收緊，終於降牙人因為我可以對收緊牙人生熱打到。我哋需要多種特定嘅年底數，買高血糖作用減慢腦衰退，低效飲食好難攝取足夠，可考慮有醫學特性嘅營養品。乜事？有林廣福做支持，每日一點為腦健康把關。抗敏之後唔係等個行政處理㗎。日常出現有曼茶嚟得 AD 價錢，聰明用全身抗敏好好，撳一下，超豐年。茶米魚力清爽補汁，美涼曼茶嚟得。寵物用品錢翻嚟啦！大量優質寵物產品同服務優惠分別一致，買得多仲隨時贏雙人內地機票，今年仲有會展首個跑步活動空間，排到嘉年華會